台中规定托婴中心若要加入准公共幼儿园，这第一年的1个月上关时间会当收16000。业者今日就去市府抗议，讲安尼是造成因营运困难，恐惊会去影响到照顾品质。也若是市府是回应讲，这是为着要管控托婴中心，若是偏工的成绩好，第2年就会当开始提悬收费。台中不要地板价，台中不要地板价。就摆个婴儿中心的业者去市府表达诉求，因为不满台中市为着减轻家长饲囝的负担，规定加入准公共体系个婴儿中心，第1年上计介绍这单位16000块开始收，会得使业者如何营运也无都维持教学品质。现在其实老师都很缺，然后每个老师的因为现在公托的薪资都很高，那很多这个准公托的、准师托的这个园所，有很多老师都跑到公托去了。现在所有家长他们找不到托婴中心，因为其实只要是比较低的价格的托婴中心都不愿意加入。那不愿意加入，你的托婴中心家数就会减少，家长就找不到地方。业者也质疑准公共政策2018年8月实施了后，台中市红国囡仔补助为3000块降到1400块，也让家长饲囝成本下悬。政策若唔调整，产业环境恶化会影响家长甲幼囝的权益。来赞成的家长也表示，家己的囡仔无多加入准公托，无补助就袂舒服差别对待。去选准公，但是准公又没有名额，所以我们被逼着去选私立，私立又贵，然后但是补助就只有这样子。但我觉得应该是要一视同仁。业者团体甲家长认为，制定上计介绍为2013年实施到今已经过时啊。全台湾各干那台中市安尼规定应该取消。市府强调是为着要顾品质，希望透过一些措施让这个价格不要突然让业者在自由市场上面去呈现。那这个价格上面我们有一些掌控，让这个家长的负担轻。市府表示，准公托业者若服务质好好，第2年开始上计介绍逐年会当申请调悬5%。也来台中市的家长若读准公托，整体补助已经提悬到14400块，家囡仔送红果的负担是6度上计。公司新闻综合报道。